麥玲玲準到得人驚嚟，5大生肖立秋前必買六合彩，特別細第2名，注定中頭獎，錯過要再等20年。大家好，各位老友記，歡迎大家今日嚟到聽我麥玲玲講最真金白銀，最關乎大家荷包漲唔漲蓋開運秘笈。今日我唔同大家講的轉彎抹角蓋廢話，亦都唔為同你講的虛無縹緲阿媽細女人蓋大道理。今日我哋要講蓋世最實際、最令人激動、最貼地蓋話題，就係點樣可以係今年立秋之前一次過撞中六合彩大獎。你冇聽錯，就細買六合彩。你細咪成日買六合彩，都覺得自己硬細差一個號碼，期期買，期期食白果，對完號碼之後得個吉，然後就喺度怨天怨地，覺得自己天生勞碌命，命中注定無偏財。如果你細金念，我今日就要剪釘截鐵金話俾你知，根本就唔細你命中無財，而細你買錯月份，買錯日子。甚至細跟錯咗氣場，盲目金剛的辛苦錢送俾馬維。係2026年立秋之前，天地之間蓋氣場位有一個超及大交接，離國勢接近九子離火運入面，偏財星最大規模爆發蓋一次。點解我話錯過今次要再等20年？因為我哋而家正行緊九子離火蓋大運，火蓋力量代表快速爆發，突如其來。而立秋之前蓋嚟段時間係五行入面正勢火燒旺地，煉金成財，蓋黃金時刻，火克金，即勢華光，積聚咗好耐蓋火氣，一下子高溫熔煉成真金白銀。離重氣場係玄學上就叫做突發性偏財星，正財勢靠你做死做活，岩生岩死，賺翻嚟蓋辛苦錢有上限，至於仲要好累。但細偏財同行財，細靠天地氣場交接嗰一瞬間，突然堅定過嚟蓋意外之財，離股火煉金蓋大氣場，就細專門催旺冷門投資同埋突發性蓋巨額獎金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上半部年運氣平平，甚至窮到聾，嚟次立秋前蓋大爆發，就細你翻身蓋唯一缺佳機會。講到嚟度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。今次立秋前蓋氣場及之特殊，因為星象大變，傳統蓋12生肖磁場已經係嚟一個月入面重新洗牌。玄學界為咗精準捕捉離股九子離火蓋爆發力，特別歸納出立秋前專屬蓋新6個生肖能量代表，冇錯，就細新6生肖，分別係鹿、狐、鷹、熊、獅、貓。你一定會問，咁我本身屬咩？而家對應邊個新生肖啊？大家單定燈仔聽清楚，我幫大家分好晒啦。如果你本身屬鼠或者屬豬嚟，今個月蓋能量化身就細鹿；屬蛇或者屬馬蓋化身為狐；屬猴或者屬雞蓋化身為鷹；屬牛或者屬龍蓋化身為熊；屬羊或者屬狗蓋化身為獅。而屬虎或者屬兔蓋就化身為貓。大家對號入座，記清楚自己今個月蓋新生肖身份啦。係你6個新生肖入面有5個細偏財星入命，立秋前買6合彩及大機會中大獎，幸財隨時翻幾番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由第5名開始倒數，同大家逐一拆解立秋前點樣光馬為比講金收入囊中。排係第5名蓋就細新生肖屬鹿蓋朋友，即細原本屬鼠同屬豬蓋你哋啦。真細講起都一肚氣，但細立秋前嚟段時間，真細要恭喜你，因為你哋命宮有金貴星飛入。金貴星代表咩啊？就細代表莊前蓋嘅萬啊，一入命代表你蓋偏財運位，突然間醒過嚟，財富大開，屬鹿蓋。朋友買6合彩最講求無心插柳，柳成蔭，你唔使特登攞好多錢去包牌，亦都唔使買好大注，往往細你平時去便利店買嘢走嗰陣，隨手買一張電腦飛，反而最容易中大獎。因為屬鹿蓋人立秋前直缺非常之漲，
如果你發夢見到某的數字，或者係街上見到的車牌號碼缺得好順眼，千萬唔好忽視，嚟的往往世財神爺俾你蓋暗示。不過要記住，屬六蓋朋友中咗獎之後，切忌貪心，唔好即刻乾滴港金再存注買落去，一定要時得見好就收，攞一部分錢出嚟做善事，金先可以幫你聚財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排係第4名蓋新生肖，就細屬狐蓋朋友，即係本身屬蛇同屬馬蓋人。屬狐蓋朋友天生有一重敏銳蓋受缺，轉屬快，平時已經好落捕捉機會。立秋前你哋有天月貴人同埋8座星雙重加持，天月貴人勢逢凶化吉，招財進寶蓋，超級吉星嚟個時候，你蓋六合彩策略唔可以前打獨鬥，一定要學時借力打力。如果你平時自己一角買，成日都唔中，立秋前你一定要係下同身邊運氣好，蓋親戚朋友或者公司入面成日抽中大獎蓋運氣王同事一記加份買。如果有人突然問你㗎，唔搞份買六合彩，你千萬唔好 say no，為果各人分分鐘就係大蝕你發達蓋財神爺。屬狐蓋朋友，你哋最適合去敵人氣及旺，平時已經成日有人排隊買飛蓋投注站，例如中環士丹利街、北角馬寶道，果敵出名蓋風水旺地，去吸下人哋蓋旺氣，包你財運亨通。好啦，殺入三甲啦，排係第3名蓋新生肖，就細屬鷹蓋朋友，即係原本屬猴同屬雞蓋。各位屬鷹蓋朋友，立秋前你哋蓋星象叫做太陽高照，財星破土，你哋蓋眼光位變得及之銳利，對屬字蓋敏感度直頭好似開咗天眼金。得住立而己話非揀號碼蓋，立秋前就細你大顯身手蓋時候，唔好信咩電，老飛一定要相信你自己蓋判斷。特別細，如果你買親都爭一個字嗰的，今次氣場大轉變，天地兼蓋金氣為剛，你原本偏離咗蓋磁場撥亂反正。屬鷹蓋朋友，我強烈建議你哋採用膽拖蓋方式去買，揀定2-3個你缺得及有靈感蓋心水號碼做膽，然後拖其他號碼。買飛蓋最佳時間細燕就3點到5點蓋新時，嚟個時辰屬金，對屋屬鷹蓋朋友嚟講，細財星最活躍，爆發力最像蓋時刻，靈感特準，撞中大獎蓋機率幾倍跟上。各位觀眾扶玉嚟啦，大家屏息以待，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聽清楚。排係第2名蓋新生肖，就細我係開頭講到明，躲不過鐘頭講，一旦錯過，等20年蓋屬熊蓋朋友，即係本身屬牛同屬龍蓋人。點解我話屬熊蓋人躲不過鐘頭講？因為真勢準得可怕。屬熊蓋人五行底子屬後土，上半年你哋可能缺得好赤力，壓力大到唞唔到氣，就好似一支冬眠咁蓋紅金，屈住，但係九子離火運，蓋立秋前夕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你哋命格入面果覺被壓抑咗，及內蓋超級大財富，為俾天地兼蓋猛火一嘢炸開，離重叫做火山爆發式行財，西毫無先兆，避無可避，金硬塞落你個荷包度。屬熊蓋朋友，你立秋前買六合彩根本唔需要用腦，甚至你買錯飛、畫錯格、去錯投注站，老天爺都為安排嗰張錯蓋飛變成頭港飛，離重運氣勢霸道到極點，財神爺直頭勢傳住你個頭嚟派錢。但係有2樣嘢你一定要做足。第一，你買飛嗰日身上一定要有公色或者黃色蓋元素，例如着件公衫或者帶條黃水晶手串。公色代表九子離火，黃色代表後土生金，嚟個配搭可以完美引爆你蓋財氣。第二，你去買飛蓋時候千祈唔好孤寒，買完飛出門口，如果見到賣旗或者有需要蓋人，一定要捐錢，
因為你個財氣太大，大到你要先做一點施捨，打開各扇門，隔巨額財氣，先至可以順利留得入你條命度。屬紅蓋朋友，記住我講蓋嘢，你今次世命中注定要中獎，中咗獎之後千祈唔好周圍揚，低調去馬位登記，然後第一時堅羅俾錢去買樓買磚頭，剛愎衰財轉化為實力資產。今你下半世就真係奀腳印腳啦。好啦，中屋揭曉第一名，立秋前偏財星全面大爆發，財氣橫掃千軍，真正做到豬籠入水蓋新生肖榜首，就細屬獅蓋朋友，即係本身屬羊同屬狗蓋人屬獅蓋朋友，你哋係立秋前真係要威進全闖啦！你哋命宮同時匯聚咗三台罡星同埋大財三大超級吉星，三台代表步步高升，罡星代表勢不可擋，大財就更加唔使解釋啦，直頭細金銀滿屋，屬獅蓋人立。秋前蓋行財運，唔細普通蓋中下三港四港而細有及大機會，連中幾期或者一次過中國超級金多寶頭港。你哋蓋氣闖象大到可以壓制住所有衰氣，所向披靡。屬獅蓋朋友買六合彩，策略要夠霸氣，你哋唔好警世買前色，一定要買復式七個字八個字蓋復式飛就最適合你哋蓋。格局買飛蓋日子漲烈，建議揀係陽光最猛烈，蓋正午時分，即係中午11點到1點蓋午時，因為你哋細獅子需要及漲蓋陽氣去推動你哋蓋財星。當你去到投注站，記得要行入去蓋時候抬起頭，充滿自信，當正自己已經中咗大獎咁樣去買。買完張飛，小心翼翼咁放入你個常銀包入面，記住一定要細常銀包，唔好折埋張飛。折張飛即細剛條財路打個折，剛張飛平放係銀包，返到屋企壓喺屋企蓋正南方。今年蓋喜慶財位或者白係米缸底，嚟個動作叫做壓財。等腳豬過一晚，你就可以準備開香檳慶祝啦。講到嚟度，大家一定會問：喂，麥師傅，你頭先講咗5個生肖，今第6個新生肖即係屬貓、屬虎、屬兔蓋朋友點算啊？細米無運行啊！各位屬貓蓋朋友千萬唔好灰心，你哋係立秋前雖然唔細直接中頭講蓋主決，但你哋細成個氣場入面最核心蓋超級招財貓。你哋命帶天喜星同咸池星人，緣及佳，磁場特別光潔景透。頭先講過嗰5個生肖。如果你哋想江中大港蓋機率提升到100%-200%，你哋去買飛蓋時候，一定要帶埋一個屬貓蓋朋友去。屬貓蓋朋友係投注站幫你撳電腦飛或者幫你遞錢，佢哋身上嗰股純景蓋招財磁場，惠江天地堅散落蓋，財氣全部吸晒落你張飛度。所以屬貓蓋朋友，你哋今個月細超及槍手或邊個想發達，都要靠你哋扶一把。到時身邊的朋友中咗大獎，大把封翻國超及大利是俾你，隨時和味過你自己中啊。講完6大新生肖蓋獨門秘訣，我仲要同大家公開幾個，無論你屬咩生肖，立秋前買6合彩都一定要。時蓋吹財風水小動作，你的細我多年嚟幫無數富豪睇風水總接出嚟蓋心血結晶，平時收幾10萬都未必講俾你聽啊。第一，選對投注站蓋方位，今年九宮飛星8白，左輔星同埋九子右弼星飛臨蓋方位，分別係正北方同西南方。如果你想買6合彩，出門口之前攞個指南針或者手機出嚟度下，向住你屋企或者公司蓋正北方或者西南方行去，嗰個方向蓋投注站買飛吸納蓋，全部都細當旺蓋大財氣。如果細用手機 app 買，最好就走到屋企蓋正北方或者西南方蓋窗邊，望住個天深呼吸3下，然後先至循角卻應制，無形之中你就比其他人多咗一古天地旺氣蓋加持。第二，買飛嗰日蓋穿搭同顏色，
人蓋氣場同色彩對財星有非常直接蓋感應。想中行財，千萬唔好着一身黑沉沉、灰灰暗暗蓋衫去買飛。黑色係五行屬水，水為克火，為直接臨色九紫離火大，俾你蓋財氣。灰暗蓋燃，色為壓制離蓋偏財星，令你覺磁場變暗。大講自然同你擦身而過，最好着滴鮮色光猛蓋衫，公式紫色最旺火，白色。金色就最利，金火連真金，利的顏色組合就最容易引爆大講。第三，千萬唔好剛將六合彩非同滴垃圾百埋一記。我見過好多人買完張六合彩，隨手就塞落個褲袋，或者連埋滴超級市廠收據用過蓋紙巾一記塞落個手袋底，咁樣細及盜感客及盜破財蓋行，圍壓彩票代表你蓋財富。你蓋希望你點對佢，佢就點對你。買完之後一定要恭恭敬敬咁放好。如果你無常銀包，就揾個顛頸蓋利是封入住佢。返到屋企白係嘅幔上面，或者神祠旁邊，你要將佢當成一件法寶金供奉住。財神爺先為缺得你尊重金錢，先為將幾千萬蓋行財交託俾你。第四，調整理蓋心態同磁場，好多人買彩票蓋，心態非常之焦慮，成日咬牙切齒，今念住我一定要中幾千萬去害債，或者我中咗就可以劈炮唔撈，炒老闆。由於離從充滿怨氣同焦慮蓋，心態光係玄學上叫做貧窮磁場，你越焦慮越想證明的咩，財運就越唔敢靠近你，因為財神爺世中意輕鬆開心充滿正能量蓋地方。相反，如果你抱住一個玩下啦，搏一搏，中咗就當細 bonus， 唔中就當做善事蓋清，鬆心態去買你嗰磁場細發光蓋，細發出歡樂頻率，海嗰比幾千萬蓋大講，反而為自動自決金撞埋嚟你度，10蚊8蚊都好。積少成多，離從發自內心蓋善念，為瞬間提升你蓋靈魂頻率，形成一個像大蓋幸運光環，吸引宇宙間最大蓋財富降臨。各位老友記，玄學蓋精髓唔細叫大家去逃避現實，亦都唔細叫大家沉迷賭博，而細教大家係最合適蓋時間做最合適蓋。是順勢而行，乘風破浪，小賭怡情。大家買六合彩一定要量力而為，用一角羅角好意頭，做善事蓋心態去參與，反而最容易得到上天蓋眷。故今次立秋前蓋大交接細九紫離火運，送俾大家蓋一份超級大禮。我今日已經將最核心蓋天機全部毫無保留咁講晒俾大家聽，特別細屬熊同屬獅蓋朋友，你哋真細千祈唔好錯過，嚟次千載難逢蓋機會，錯過咗分分鐘真細要等下一個大運，即係足足20年後先有金像蓋偏財星降臨啦。其他生肖蓋朋友只要跟足我頭先教蓋方位時辰同埋小秘訣，一樣可以係尼古大財氣入面分一杯羹。最後祝願大家係立秋前買得招機，中得出色，人人行財就手，豬籠入水，贏到開行，財色兼收，買咩淋巴都中，中頭講中到手軟。如果你想係2026年繼續運氣爆棚，一路旺到尾，記住一定要點讚你條影片，訂閱我哋蓋頻道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最親蓋朋友，一記發達。我哋下期開運節目再見，祝大家發大財！